各位 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 Ramon 羅啟豪。我啱啱推出咗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月球上的藍玫瑰》。呢首歌呢係由張家誠作曲、編曲同埋監製，由林寶作詞嘅，講述一段好渴望但係冇法子實現嘅愛情。喺地球上面呢，藍色玫瑰呢就已經係好罕有，甚至係唔存在嘅，仲要係喺月球上面啊，所以代表呢係好珍貴，亦都係冇法子得到嘅。個主角呢就好愛對方，而佢係唔介意默默咁樣不斷為對方付出，甚至縮到自己好細。有好多朋友咧，包括我在內，喺過去或者而家咧，都有經歷過單方面嘅感情啦，係好願意去默默咁樣為對方付出，亦都唔追求任何回報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一首歌得到共鳴。呢首歌其實我係錄咗2個 sessions 啦。咁第一個 session 呢，就係喺我上年年尾嘅時候，我嘅個人演唱會之前啦。咁我啱啱喺美國完咗演出飛翻嚟，咁就趕住錄音，出到嚟嘅效果我就麻麻地咯，我覺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啦，就變咗係要演唱會之後啦。咁出到嚟嘅效果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個 MV 呢，我都覺得好得意嘅，因為個男仔呢係一個畫畫好瘋癲嘅一個畫家，表面上好似一個好內向或者好甚至自閉嘅一個畫家啦。個女仔覺得被冷落啊，一路都咁就唔明白佢，咁就最終選擇離開佢嘅。咁反而我自己呢，就有另外一個解說嘅，可能係個男仔一直以嚟畫嘅畫呢，都係畫緊個女仔，而個女仔係唔知道。由此可見呢，兩個唔同 love language 嘅人呢，喺埋一齊呢，其實係可以係一件好難嘅事。呢個比賽呢係一個公開比賽，所以係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嘅，係13歲以上嘅朋友都可以參加。而獎金方面非常之豐富，傳統繪畫嘅項目呢，頭獎有1萬蚊，而 AI 電子繪畫項目呢，頭獎係有5000蚊嘅。呢啲獎金呢，都係由豪巴贊助。我哋仲會將得獎同埋精選作品展覽出嚟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關於呢個比賽呢，可以 follow 我嘅 social media @RamonLoMusic。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讓每個人唱出心聲，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哋 ，like、comment and share。